50公里，用咗我9個鐘36分鐘。2025年對我嚟講，佢唔係一個好完美嘅一年，但係佢係一個好真實嘅一年。3月份係我第一場嘅 HYROX Pro Double，係我參加過 HYROX 最好嘅一次，成績係1個鐘02分鐘。嗰一刻我好清楚，訓練節奏同埋同我 partner 嘅合作，全部都喺我預期中。仲諗住過2個月之後喺曼谷可以做一個1060。5月份就係我第2場嘅 HYROX Pro Double，成績冇上一次咁好，時差冇瞓好，身體未 ready。呢場比賽提醒我一樣嘢，狀態唔係靠意志力撐翻嚟嘅。成績係1個鐘07分鐘，我同我 partner 都好失望，我覺得自己冇做到最好，咁所以我之後就同佢講話，我哋後面分開比賽啦。7月份第一個10公里嘅比賽，成績係唔差嘅，41分鐘57秒。8月份3項鐵人嘅 sprint，成績唔係話特別好，1個鐘42分鐘，我由750米游咗20幾分鐘。但係呢個比賽好現實嘅，你嘅弱項係唔會因為你唔中意而消失。9月份係我第一場嘅半馬，成績越嚟越好啦，1個鐘33分鐘。10月份就係我2025年嘅轉捩點，我比咗一場 Ultra Spartan 50公里，用咗我9個鐘36分鐘。比完呢個賽之後，我膝頭哥就開始痛咯。我去睇 physio 問佢咩事，佢幫我針灸，好似舒緩到。但係我每次一去跑完步之後，我膝頭哥就好痛，跟住接下來一路都跑唔到步，就冇點訓練。我12月有個好重要嘅比賽，就係我嘅 HYROX Pro Solo， 呢個係我等咗1年最想比嘅一個賽嚟嘅。到咗嗰日我熱身嗰陣就發覺嗰啲 sled 喺我預期中重，可能係因為我個嚟冇訓練嘅原因，成績唔係好滿意。但如果你會問我2025年值唔值得，我會話值得，因為我學識一樣嘢，成績係唔會永遠向上嘅，但只要你肯面對個問題去做調整，你一定會行得更遠。呢一年我唔係每一場都贏，每一場都滿意，但係我喺每一場都學到我需要學到嘅嘢，唔好放棄，繼續努力去堅持落去。記得點解你會開始。我希望大家2026年好好訓練、自律，得到你自己想要嘅嘢。Bless love。